咱这条路对迄个炮校遐10米，啊，佮甲经过高速公路，佮延伸入来咱的社区，所以无论是这个道路交通会平顺啊，佮安全以外呢，对这个排水也有影响。咱这条新人桥还未做的时阵呢，就是拢每一摆大雨来，就是拢大水淹过来，地势后甚至桥舍有淹到叫走去。啊，我咧半暝啊，我拢爱踮徛这个桥头遮，而且咧顾遮即逐个老百姓属于财产的问题。所以呢，我经过咱立委啊，甲咱的市长吼，安尼即几冬，甲咱斗下手，互咱的新人桥来配合炮兵校后壁面的连外道路来完成，要来接咱北市里咱的仁爱路，安尼咧，互咱新埔佫增加一条会非常足够出入的10米的大路你行，嘛，互咱农民而且所需的所需要的，会当达到因的需要，百姓有需要会当带动咱地方的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关庙区炮校10公尺连外道路至国道3号路段，在民国108年即完成开辟，但这条道路上的新人桥桥梁长度不足，雨季时容易受淹水之苦。为解决水患问题，并希望将连外道路往南延伸到社区生活圈，台南市政府进行新人桥改建，并将连外道路往南辟建至关庙区北新街，让当地交通网络更顺畅，居民生活也能更便利。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来看到关庙新埔里的新人桥这个地方原先它只有这个67米长，那经过改建重新改建之后，那截弯取直，反而桥长变成112米，所以水的这个河流的这个通水断面因此而提高，那水位也会比较容易排泄出去。第二点，它的工程费用总共1.39亿，台南市政府出了8300万，中央补助了5600万，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能够让在去年6月的时候动工，今年9月就完工，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公务局还有包商、承商他们能够很短的时间内1年多就把它做好，这样子让这周边的民众能够对于在这雨季的时候的通车会比较顺利、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看到背后还有这个水利署六合局在做这个堤防，如果堤防也做好了，河面变宽了，桥面也变宽了，那这样子会淹水的几率又大大降低。我们谢谢这样的一个工程。了是阮家欢收看10月12号中间台南电影新闻，为提供温馨友善的亲子环境，台南市社局运用咸水公有市场来设立第11位的亲子幼幼馆，馆内特别打造像拿同款的风格甲多元的主题区，提供爸爸妈妈有真好的托育场所。为了让4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家长有兼具游戏甲教育的亲子活动空间，台南市社会局伫台南市各区设置亲子幼幼馆。目前第11座设置伫盐水公有林场市场3楼。市长恩伟泰、社会局长陈仁基以及侪个关心在地托育服务的议员前来共同开幕，场面相当温馨。3、2、1，请现场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恭贺台南市盐水区亲子幼幼馆正式开幕。我们台南市有37个行政区，这是我们第一个亲子幼幼馆，第11个亲子幼幼馆那也是大新营区继新营之后第2个亲子幼幼馆。我们希望说将来能够加快亲子幼幼馆设施，能够让许多孩子爸妈能够玩在一起那如果爸妈来，譬如说我们盐水亲子幼幼馆，它底下是市场，大家爸妈买菜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可以把它放在这边台南市亲子幼幼馆每一间拢有无同的特色。盐水区亲子幼幼馆以夜渡陪伴为设计主题，
以植材的动物造型，打造出像哪的风格。馆内嘛规划丰富的主题区，并提供托育服务资讯以及在地亲子活动，增进亲子互动关系。每个亲子游馆都有它的特色，像我们盐水亲子游馆走的是森林风，然后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绿色的植物啊，都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有点像果岭的啊，有点像这森林的风味，那也蛮不错的。那孩子在那边徜徉这边很开心，他可以待很久，那可以爸爸妈妈带着他来放电，那让孩子回去比较好睡得着，还比较舒服。我们希望说亲子游馆提供亲子相处互动的更好的空间。台南市因应少子化的问题，政府积极创造友善的育儿环境，让家长伫生囡仔、饲囡仔以及教育上得到协助。社会局嘛推出侪侪相关的福利政策，减轻家长的负担，就是要让市民加生更加饲。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会今年除了举办中央敬老活动，邀请百会人士做回来聚餐看表演以外，其中郭信良今年阁特别表扬议员的爸母当中有选结婚的，送因金牌甲金门歌娘，来祝贺因牵手60档的幸福，场面相当温馨。为了表扬议会56名议员当中，包括蔡淑慧、陈秋平、甲黄丽娇这3名议员的爸母结婚满60档的选结婚，其中郭信良家己开钱买纪念金牌甲金门高粱来分别烧送，希望加深市民对幸福家庭的认同。那台南市议会今天特别呢，发大家我们的金牌要送给他们这一对。这几对还有买了金门的纪念酒，为了贺他们结婚60年才能够被人称为钻石跟钻戒。人的人生内底结到60档的，真正不简单呢。真正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搁来互相关系、互相关怀，饲养子女，长大成名。这在大地咱甲庆祝嘛，大地咱甲娱乐。夫妻结婚满一家子，确实真无简单。不过，台南市各区除了永康有2对选结婚的名额，其他区域拢只限1对，所以当地议会接受表扬，达得行为。共同走向一家子，实在足无简单。除了2个老的拢足空健，而且维持60档的婚姻。其实以咱即马现代人。莫讲离婚率高不高，就我们的成婚的，咱咧结婚的年岁，拢愈来愈侪，要完成60年一家子的婚姻，其实未来应该会是绝响。是大人过去他们的那个算讲较农业生态的生活，夫妻就是吵吵闹闹得罪过，但是呢，都会互相很关心对方啦。像我妈妈即摆离老食饭，因为身体的关系无法度落来1楼，伊拢关心着爸爸讲，是毋是有食完，是毋是有食饱？这个就是他们的真情流露啦有时候你们2个一斗，那我们这做晚辈的还是有压力呀，要劝一方。那像这种代志，会让持续能够共同生活了68年，这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珍惜的。议员爸母伫所议会主管的共同见证，嘛祝贺因一家子的幸福，继续勇敢，成为彼此上坚强的支条。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今日是虎年，台南市中西区公所伫图书馆推出为期2礼拜好艺术展览，邀请8位在地艺术家联合展出18件的作品，透过宗教甲艺术的对话，要互民众了解宗教文化艺术的内涵。南市中西区公所以在地好业特色，聘请台南大学蔡美凤甲张博宇调查中西区离岸的寺庙所奉祀好业形象，并出版专册，互更侪市民朋友对着好业文化、形象特色有更较清烈的认识。这一本书的出版，是希望把中西区这样的一个特色能够推介出去。那书名呢叫做《寻虎寻福》，也希望呢大家来到中西区。可以去看看这些虎爷，顺便呢寻找自己的福气。那也希望这么多的虎爷聚集在中西区，
能够保护、守护我们中西区，赐福我们台南市。那所以这本书其实希望能够提供一个让大众按图索骥的功能，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台南中西区的虎爷信仰文化。市长王伟霆也特别出席新册发表会，邀请市民大众这回来看展。台南最好的老师他们所做的18件展品的虎的造型的展品的展览。那另外就是我们蔡明宏老师还有张博宇老师所写的这个探访很多中西区的庙宇，它的虎爷，还有我们的摄影团队这个古城联合工作室，我们的摄影师团队造访各个庙宇，然后来把这个虎爷的造型，然后拍摄下来，然后集结成册。除了出版专册，中西区公所嘛邀请8位艺术家展出18件以虎为主角的艺术品。中西区公所针对虎爷巡虎这本书的新书发表，那也这个结合一些艺术家来做一个展演的部分，艺术展演的部分。那我们中西区它有20个里，有95间登记的寺庙。当我们去巡查之后，有72间有庙宇的164尊的虎爷，有公共虎爷。那我们在中西区的虎爷文化，我们也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次区公所将宗教甲艺术文化融合，出版虎爷专册，也推出虎艺术作品展。区公所邀请市民大众透过展览，做伙来认识虎爷公。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先歇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
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计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由咸水公所甲月丁港文化观光商圈发展协会所合办的咸水嘉年华，16号将伫公所头前的中山路顶热烈登场，邀请大家做回来体验得到城乡美丽大赏的咸水小镇，且东港消费无限金额，拢有机会抽电动机车等大奖。为了宣传16号将要登场的咸水嘉年华，市府选定永城戏院这样水的古迹来开记者会。根据了解，咸水过去提过美丽小镇，这回阁得到中央城乡美丽大赏的肯定，加上在地商圈有真侪特色商品，真值得行行踅踅。会中市长吴一婷亲自出席，加真侪议员、社区学校以及商圈店家共同来推销嘉年华。除了体验小镇观光，有食有啉，可以当抽机车等大奖。大家耳熟能详的盐水风炮、跃进港灯节、月之美术馆之外呢，我们也开辟了很多这个购物的嘉年华，或者是许多的产业文化的活动。包括我们盐水农会的，包括意面的，包括这个小番茄的，还有包括盐水美食城，在都吸引了许多观光客的流连忘返跟驻足。那我们这次在10月16日的盐水魅力嘉年华，都更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食啦，逛逛小镇啦，享受轻松愉快的下午，这些都是值得大家能够一来再来的。咸水区公所表示，只要16号活动期间，伫咸水的店家起来是市集，无限金额消费，卡满囡仔得当参加摸彩，包括电动机车、平板电脑、卡车等这生活家电相当丰富，欢迎民众到场参加，将大奖砸回去。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担任全国商圈总会长的胡成赫，为了带动商圈营销发展，持续伫全国各地成立办公室来行销。最后成立的南部办公室由欧美会来担任主任，会中包括天坛董事长、经发局长拢到场祝贺，场面温馨。到底婚礼产业已经20档的欧美会，除了保留传统文化礼俗，嘛有创新。本身阁是天坛五条港商圈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这回受全国商圈总会长胡成赫邀请来担任南部办公室主任，协助台南、高雄甲屏东每70个商圈的经营咨询。7号上午选定11点33分，象征轻轻松松的良辰吉日。伫经发局长陈凯琳甲天坛董事长齐国伦见证正式揭牌。我们台南南部办事处呢，就包含台南、高雄、屏东等地。那在这边呢，就希望说，借着我们南部办公室，可以配合政府推动环境改善辅导计划，希望说我们能够尽到我们最大的力量，配合商圈总会来发挥商圈的力量。我们希望透过跟总会的合作，跟各地方商圈的合作，中央跟地方紧密的结合。那我想经济部也都会来协助我们地方政府，办理更多的相关的一个促销。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不管是台南购物节，不管是各商圈的辅导计划，以及商圈所争取的各项经费跟预算，我们都希望
让中央跟地方一起为台南的这些我们的庶民经济，包括我们的商圈活动以及各中小企业都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由中央甲地方齐心为经济来努力之下，台南已经有30个商圈，全国商圈总数嘛成长到316个，有5个办公室。未来不管商圈的活动行销，还是提案向中央申请经费等等，办公室拢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原来新闻管及采访报道。每一档伫后壁正寮所举办的台南好美季，是行销台南美食的重要活动。今年特别甲超人气的赖铁图合作，打造卡坡潮餐，同时推出真侪联名的商品，全力行销台南好美。手机仔内底人气赖铁图毛毛虫卡波出现伫台南后壁区的稻田，吸引一个少年朋友拍卡翕相。台南是全国重要稻米产区之一，每一档办理的好米季行销活动，更是不断的有新的看头。为着要互较侪人会当接触到稻田文化产业，今年特别甲人气贴图毛毛虫卡波合作，打造上有看头的卡波稻田。那个卡波大家都很喜欢，我市长也很喜欢，但是呢，能够让很多好朋友把我们的产业文化跟我们的最夯的这个代言明星在一起，这是最厉害的安排。台南主要的稻米产区包括白河、瓜田、柳营、后壁等区，希望借着好米季的举办，吸引游客来农村佚佗，了解稻米产业。并且进一步带动观光，能够借着这个活动能够带动后壁以及大兴区的很多观光。希望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业行销，还有农村文化的行销，能够带动新一波的许多观光潮。好米季嘛有甲卡波推出联名的商品，上引人注目的古水卡波彩绘景观台开放到10月23日，欢迎想要甲古水的卡波稻田翕相的朋友会当前来探访。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台南一位74岁男性伫确诊以后，时常感觉疲劳亚身、胸坎窒窒。经过基密核中心诊断以后，开始复健，一开始只会当伫轮椅活动，慢慢一定当搭脚踏车，甚至行几步路。嘛，互男性真有信心，透过持续复健，会当早一天恢复正常。基密医学中心复健部主治医师董佑儒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伫全球流行，台湾本土疫情也为去年5月开始爆发，确诊人数持续增加。不论是何种形态病毒株，拢有相当比例病人伫确诊新冠肺炎后留下后遗症，其中包含肌肉骨骼、心肺功能、认知功能、神经、精神症状等等。长新冠后遗症不只造成病人生活品质下降，甚至会影响到工课，造成收入减少。染疫过后，其实会留下非常多所谓的长新冠，还有新冠后遗症的情形，像是喘啊、累啊，然后认知功能下降、忧郁啊、肌肉关节疼痛的问题。那其实这对个人来说会造成相当大生活上的困扰，生活功能也会受到影响。那除了个人以外呢，他的家庭啊、社会啊，还有国家其实都会受到影响，人际、经济、工作，还有他的收入也都会明显的下降。所以这对个人跟家庭来说，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基密医学中心复健部主治医师董佑儒说明，依照国内长新冠后遗症复健经验，大部分的病人伫解除隔离后3周内就当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同时佫加入早期的复健治疗，会当避免运动、心肺、生理、认知、吞咽功能的障碍。病人就是在特定时间内爬阶梯，那如果可以完成正常人一般可以完成的阶梯数量，我们也会认为是正常的。那也可以请病人憋气，看可以憋几秒。那如果憋超过半分钟以上的话，也算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会针对心理啊，然后肺部功能啊、认知功能啊，还有他的四肢活动度的情况来做评估。只要不正常的话，都非常建议可以挂复健科来及早做治疗。董医师表示，长新冠症状的复健治疗愈早开始，效果愈好。康复患者若是自家生活功能严重受影响，会
会当到复健门诊接受评估，并进一步接受复健治疗甲复健运动。目前文献显示，长新冠后遗症的病人，若是会当愈早接受复健治疗，会当提升生活功能甲品质，减少未来长期医疗依赖的需求，甚至会当促进整体生存率甲身心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12日中港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